你好，我叫 Ken 啦。咁我本身係一位健身教練，亦都係一位職業嘅健美運動員。咁體重咧大約250磅左右。咁一直咧都有瞓覺呢個問題，因為體重比較上大啦，咁可能瞓得唔舒服，令到睡眠咧都好難恢復得到。咁好彩有朋友佢用緊 DPM 啦，佢話非常之好，非常之適合我嘅身形去瞓嘅。咁機緣巧合之後咧，就試咗 DPM 嘅床褥啦。咁我已經試用咗 DPM 床差唔多2年啦。咁過去嗰2年咧，可以話真係我人生中瞓得最好嘅2年。最主要原因係咧，我購買 DPM 床嘅時候咧，佢哋就去到佢哋嘅陳列室裏邊啦，佢有專人咧幫我量度身體嘅壓力點啦，跟住根據壓力點咧而設計一個啱我瞓嘅床褥。咁同我以前去購買床褥嘅經驗好唔同啦。以往出去買床褥都係已經一張預製嘅床褥，你瞓上去真係揾到一張所謂最啱，其實未必係100% 啱晒你嘅床褥咯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嘅最大分別。咁另一點啦，就係咧DPM 床褥嘅售後服務咧非常之好啦。咁因為我體重嘅原因啦，其實任何床褥咧瞓到任何牌子嘅床褥都好啦，我瞓到咁長嘅時間咧都會有凹陷嘅情況嘅。咁我依家張床褥咧其實都有個情況嘅。當我發現咗情況問題出現咧，我即刻聯絡 DPM 嘅同事啦，佢好快好短時間之內咧就會幫我更換個組件。跟完組件之後咧，我其實有翻一張新床褥嘅感覺咯。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呢啲係同我以往購買床褥嘅經驗好唔同啦。以往張床褥瞓得唔啱嘅時候，可能我要重新買張床褥啦，要諗下點樣揼嗰張床褥啦。同埋出面好多公司咧就話有永久保用啊、10年保用啊。其實當你啲床褥有勞損嘅時候，你去更換咧，其實係俾唔翻相同嘅質素嘅床褥嚟嘅。咁我都用咗 DPM 床褥超過2年啦，我係非常之滿意嘅。我喺度咧真係衷心推介俾任何做緊 gym 嘅人啦、體重比較上高嘅人啦，或者一直都揾唔到合適床褥嘅人啦，去使用 DPM 嘅。